4月19號，有份叫做金融法草案嘅文件完成咗公開徵求意見。大部分人都冇留意到嘅，但法律界人士就留意到第55條，呢一條俾咗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一個權力，唔使經過法院任何審查，行政部門可以直接對市民實施出境限制。就喺同一個星期 ，X 平台上邊出現咗一條 post， 話聽局級以上在職人員嘅直系親屬全部被編控。3日之內，差唔多70萬人點入去咗呢條 post， 評論區有人話感覺係真事，有人話我哋公司全部員工嘅護照都已經交晒，有人話先斷 VPN 再限制出境。邏輯上講得通，佢呢個係咪謠言？草案第55條講到，行政部門可以唔使經司法審查，直接限制出境。post 講到聽局級家屬全部被編控。謠言講緊呢件事，官方文件白紙黑字，而家就準備緊制度性嘅法律依據。呢兩件事擺埋一齊，你自己判斷啦。大家好，我係李牧陽。如果你仲未訂閱牧陽睇點，而家就請你嘅訂閱，開埋個細鈴鐺，等被掩蓋嘅真相可以傳到每一個角落。好多人見到編控嘅消息，第一反應就係中國經濟咁差，財政嚟緊張，北京驚到震，所以要鎖死人。呢個直覺好自然，但歷史其實唔支持呢個講法。1989年，中國經濟正喺改革開放嘅上升軌道，年增長率超過1%，開放嘅方向都未改變。但嗰一年發生啲咩事？唔需要話係因為財政崩潰啦，係咪？唔係，嗰陣係因為中共感受到威脅。2015年，中國 GDP 增長率仲有7以上百分比，外匯儲備啱啱去到歷史新高，就係嗰一年，中共發動咗709大規模行動，捉咗超過300個維權律師同埋活動人士一網打盡。係咪因為冇錢？唔係，嗰陣係因為呢班人令中共覺得唔安全。去到2021年，馬雲喺阿里巴巴市值仲高達幾千億美金，成個科技行業都好興旺。但係北京一夜之間就叫停咗螞蟻集團上市，仲將教培行業清零，將網絡遊戲企業打到半死，幾萬億市值蒸發，幾百萬人失業。係咪因為財政需要？唔係，係因為呢啲行業嘅規模令中共覺得難以控制。去到2022年，大家都知持續清零對經濟嘅代價有幾大，但北京都堅持咗差唔多3年。你睇唔睇到個規律？中共從來都唔係因為拱錢先至要管控，而係為咗管控可以唔要錢。維穩唔係咁嘅政策選項之一，維穩係喺24小時不停運作嘅底層邏輯。任何覺得有威脅嘅時刻，唔理財政狀況點樣，呢個邏輯都會即刻啟動。佢今日嘅財政問題又扮演咩角色？佢就好似電池電量不足咁警報，話俾你知呢個操作系統運作所需要嘅資源已經開始有危機。要講清楚呢個電量警報有幾嚴重，首先要釐清楚嘅數字。2025年9月，中共財政部長藍福安公開承認，截至2024年底，中國政府嘅全口徑債務總額已經飆升到92.6萬億元人民幣，包括國債34.6萬億，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7.5萬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10.5萬億。佢同時話，政府負債率處於合理區間，風險安全可控。呢個數字除以14億人口，每一個中國人，包括啱啱出世嘅 BB， 人均要背超過66萬元嘅政府債務。但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背景要講清楚。藍福安公布咗隱性債務10.5萬億，其實係2024年中共啟動12萬億元化債新政之後嘅結果，即係話政府已經將大量隱性債務轉做顯性債務，嗰個數字先至睇落去睇咁大。喺化債之前 ，IMF 估算中共地方政府擴隱性債務保守都有66萬億，高盛估計接近91萬億。官方數字同外部機構估算之間差出嚟嘅幾十萬億，唔係因為有人計錯數，而係因為用咗唔同嘅會計方法，計算嘅係唔同時間點嘅結果。但無論用邊套算法，個趨勢都係一樣。呢個數字仲係繼續增長，佢再縮細。喺呢個增長背後係咩原因？地方政府靠賣地同搞基建嘅拉動 GDP 嗰套模式，而家已經行到盡頭，賣唔出土地，地方財政收入斷咗，城投公司還唔到債，只可以發新債還舊債。新債嘅利息而家一啖一啖嘅食緊，本來應該用嚟出公務員人工、辦學校、開醫院嘅錢。貴州係最典型嘅縮影，但佢唔係單一例子，佢係全國嘅縮影。當一個政權入不敷出，
佢嘅選擇其實唔多，要麼對外轉移矛盾，要麼對內清洗，要麼向下榨取資源。北京而家三件事一齊做緊。講到呢度，有件同屋企人有關嘅事，等我先講一講。後面仲有最重要嗰條線，嗰條繩係點樣一格一格咁收緊嘅？冇。而家翻去嗰條有70萬人點擊左貼，講聽稿級家屬被邊控，到底係咪謠言？將幾個已經確認嘅事實按時間排出嚟，觀眾朋友自己判斷。第一格，2025年尾，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喺今年1月發表嘅研究報告指出，2025年尾，北京開始咗一個系統性嘅裸官清理行動。裸官意思係官員自己喺國內做官，但配偶或者仔女長期喺海外定居。今次清理波及至少20位副部級以上嘅高官。清理方式統一，唔再擔任唔公開罪名，職位就冇嘅。被點名嘅包括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時任全國政協副主任易綱，佢仔女長期喺海外；前廣東省政協主席、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家屬定居境外；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因為喺高層政策研究圈有派系淵源，連派系保護牌都冇得打，直接俾人拉佬。要做咗選擇得兩個，要麼叫家屬翻嚟國內，要麼辭職。佢第三條路。報告指出，呢個標誌住裸官政策有重大轉變，由以前嘅登記管理、限制任職，正式升級做全面清除。專業能力唔再係豁免條件，派系背景都唔再係保護傘。第二個，2025年8月，上海浦東機場有個睇住外國護照嘅人準備出境，俾邊檢系統自動睇住嘅。系統提示佢雖然睇住外國護照，但中國戶籍從來都未註銷，要先返老家搞掂註銷手續先可以離境。廣州白雲機場都發生咗類似情況，一位澳洲籍嘅李先生攞住澳洲護照出境，俾人通知一定要先返廣州老家註銷戶口。國家移民管理局數據顯示，全國各口岸一共核查咗8300幾人，其中有1200幾人因為國際資料唔一致被拒絕入境。3700幾人被要求限期註銷戶籍，以前呢啲情況通常都係口頭提醒，俾個緩衝期。而家改咗做強制措施，佢嘅緩衝期被攔截嘅人數同比增長嘅300個百分點。第三點，2026年4月1號，湖南武鋼有份出境審批表喺網上廣泛流傳，顯示普通人申請護照嘅新流程要交微信同埋支付寶嘅交易流水記錄，仲要有銀行卡截圖、電話卡使用報告、工作單位擔保書、街道辦嘅背景證明。成個申請要經過公安局、反詐辦等至少5個部門逐層蓋章審批。武鋼當地居民表示，佢身邊已經有人因為流程太複雜，最後放棄咗申請。呢份文件嘅真實性無法獨立核實，但武鋼居民向媒體確認，難度確實大幅提升嘅。安徽有位黃先生因為有海外宗教聯繫，俾公安局通知申請護照，要國家安全警察單獨審批，連港澳通行證都一齊被拒。第四個，2026年4月19號，金融法草案完成徵求意見。法律界人士指出，第55條嘅實質係行政部門可以對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同利益嘅涉嫌違法人員，直接決定唔准出境，並通知移民管理機構執行，全程都唔需要法院授權。批評者認為，危害國家安全同利益嘅定義極度寬泛，呢個等於係俾打壓民營企業家同埋有意見嘅人士提供咗一個制度化嘅工具。如果呢份草案正式通過，邊控就會由一個操作層面嘅動作升格做白紙黑字、有法律依據嘅制度安排。第五個，2026年4月24號 X 平台上嗰條貼文講到，廳局級以上在職人員嘅直系親屬全員邊控70萬人，呢個講法而家無法獨立核實。但如果將前4格一齊睇，呢條貼文講嘅嘢，官方而家正為咗準備緊制度性嘅法律土壤，由2025年底開始清理裸官，去到2025年8月，機場會攔截持有外國護照嘅人，去到2026年4月1日，武鋼武道審批官，去到4月19號，金融法草案第55條呢條繩，每隔幾個月就只係喐一格。4月25號，作家李成鵬喺 X 平台上列出咗佢預測嘅極端管控場景。要憑出國票先可以出境，建立電子思想身份證，
子女如果舉報父母，可以優先錄取。評論區有人話，一場疫情就爆發咗，白紙抗議，共產黨絕對去唔到李成鵬講嗰日。我對而家中國嘅年輕人有信心。觀眾朋友，我想問下大家，你點睇呢幾個同時發生嘅管控動作？一，呢啲係正常嘅國家安全管理，有啲合理性；二，呢啲係財政壓力下嘅末路掙扎，管控力度同財政惡化程度係正相關。三，唔理財政有冇問題，管控邏輯本身就唔需要財政理由，呢個就係呢個體制嘅本質。四，呢啲動作說明咗呢個政權同時冇對抗三個方向嘅威脅黨內民間資金外逃。留言話我知，我哋一齊討論下。將三層連埋一齊鎖關，一季度省部級被處分56人，係舊年同期嘅4倍。廳局級立案超過1200人，縣處級超過8400人。巡視組進駐36個核心機關，包括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負責執法嘅機構自己都俾人查緊。今次呢輪清洗同以前唔同嘅地方係冇咗界線、冇節奏，連執法系統自己都冇安全感。由裸官清洗到外籍護照嘅機場俾人攔截，從武鋼5道審批到金融法草案，將行政監控制度化。呢條繩唔止纏住官員對腳，仲纏住所有想嘅護照走出去嘅人。金融法草案第55條，海外收入稽查、離岸信託都俾人擊穿，連各地寺廟嘅香火錢都已經俾稅務局納入稽查範圍，資本可以走咗出口，而家一個一個嘅俾人封死。講白咗，呢三把鎖一齊落嚟，唔係因為北京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而係因為佢同時感受到三個方向嘅威脅：黨內唔穩定、人口流動性、資金外逃維穩。呢個操作系統一感受到威脅，就唔理代價嘅觸發。呢三把鎖入邊，佢一把係針對壞人嘅巡視組，按指標拉人，即係話你係咪真係貪污，其實唔係最重要嘅問題。重要嘅係今日輪到邊個？金融法草案對危害國家安全嘅定義極度寬鬆，意思係邊控可以落喺任何人身上。武鋼嘅舞蹈審批針對佢係想喺護照出門嘅普通人，嗰條繩唔理你係邊個，都會綁住你對腳。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覺得今日嘅節目對你有幫助，請即刻 like 同轉發，等更多人可以睇到。訂閱牧羊看點，開啟細鈴鐺通知，我每日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資訊。最深入嘅時事分析，佢重點挖真相，牧羊講實情。觀眾朋友，聽日再見。